她在1952年出國時是公主，卻以女王的身份回國。首相丘吉爾反對電視直播，認為是神聖而傳統的儀式，但女王同意直播，認為能拉緊與人民的距離。The royal families beginning to get closer to the people。1953年加冕典禮在西敏寺舉行，儀式保持傳統的莊嚴優雅，氣氛溫馨。女王盡顯王者風範，單是英國便有2700萬人透過電視觀看。加冕的當日收到特別賀禮，英聯邦旗幟在珠峰掛起，人類第一次登頂峰有新西蘭籍的埃德蒙希拉里共同完成。今天只有殘留的軀殼，迎接光輝歲月，風雨中抱緊自由。一生經過香港舉行多項活動，慶祝英女王伊麗莎白加冕。1954年，女王及王夫首次訪問澳洲及新西蘭。是年波音707試飛成功。